係聽到啊。好啦，啱啱咧聽到喺我哋起步浮台，亦都有咧係信號出咗嚟嘅喎，即係話我哋18區杯嘅第2場初賽咧，亦都已經開賽啦。同大家又再介紹下我哋8支隊伍啊喺參加賽事隊伍名單。喺最靠近嘅第1線咧就係葵青，第2線係南區，第3線咧就係大埔，第4線係沙田，第5線係東區，第6線係北區，第8線係九龍城，仲有第9線最遠嘅黃大仙。咁啊，真係接近咧就係包攬晒東南西北咁滯啦。咁啊，因為你都可以講葵青算係西邊嘅，咁啊，但係當然咧，你話如果真係以喺香港嘅地理環境咧，我哋成日都中意講笑啊，西貢就擺西區㗎，咁啊，西貢係永遠係東邊，喺九龍嘅東邊。西區嘅話咧，你如果真係要數啊，咁啊，屯門啦，都係屬於靠西嘅位置。睇翻係比賽啦，暫時而家咧就喺18區杯咧，對於喺佢哋嗰個係戰衣方面嘅顏色咧分得好鮮明嘅。咁啊，本身而家喺白色代表區嘅時候咧，原本帶出咗咧，本身帶出咗應該就係北區嘅。咁啊，但係嚟到最後關頭見到4線沙田咧已經咧後上嚟，另外靠近我2線南區咧都係及起直追，一線葵青越戰越旺，4線嘅沙田已經過咗，哇！2線嘅南區冚埋上嚟，一線葵青亦都喺度啊，有機會去挑戰第1名，頭2名可以篩賽嘅決賽，暫時肉眼所見首先。